儿是刘青红住的吗？有人吗？二叔，开家伙！你们干嘛的？啊，麻烦问一下，刘青红住这儿吧？没有，读2、3年了。对，有什么事吗？见过这孩子吗？没有，没看见。真没见过？没见过。没见过刘青红带着。我听见亮亮的声了。他妈的，这城里人欺负人，就是咱们孩子，都得看看。你快点！刘青红，放下孩子！亮亮，放下孩子！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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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！我就把孩子勒死！别动孩子！别动孩子！刘青红，我跟你说，你先放了孩子没事儿，你要敢伤着孩子，你就是犯罪。放下孩子！拿住！不是，不是小人，不是要打死你！不是小人！我是警察。警察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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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警察怎么了？警察怎么了？警察怎么了？警察不是小人！警察怎么了？抓人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警察不是小人！警察是小人啊！你开枪好啊！你把我们都打死，要不啊，今儿你出不了村儿啊！不是我来说，啊！大爷！什么？大婶儿，亮亮是我的儿子，是我身上掉下的肉。我一把屎一把尿养成这么大。大嫂，你有孩子吧？您的孩子要是丢了，您还能活吗？大家都是父母养的，我求求你，把孩子还给我。这没走，我把钱给你拿来了，求求你把儿子还给我，求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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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孩子还给我。二叔，算了吧，不要为这点钱让人家把咱们村人看扁了。二叔，听你的。算了算了。给你钱，走。
叔，好你个大刘啊，也不来家看看老爹老娘，怎么样最近？你知道刑警队啊，就是事儿多，没别的啊。哎，你到市政府干嘛来了？啊，我听说庞局长在这儿开会，找他来谈点事儿。关于明宇的案子，啊，你放心，我在市政府的会议上表过态，啊，坚决回避。谢谢聂叔。大刘啊，你们俩是从小长大的兄弟，如果近期没有问题的话呢，也给个结论，我好放心。还有，很多人呐，等着看你们兄弟俩的笑话，啊，你们之间不要因为这个产生隔阂，啊。哦，大刘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梦玲怀孕了，啊，明宇要做父亲了，哈哈哈哈！哎，这。拿好车票。陈烨，再过几分钟你就能平安的到家了。只可惜你那2个姐妹，她们太惨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能够马